台北市衛生局昨接到永豐醫自主通報，講因對7月初一開始賣烤地油驗出苯並芘不符合規定，但衛生局是已經會動衛福部食藥署去稽查。該公司自7月1日起出貨販售之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驗檢出苯並芘不符規定。台北市衛生局獲報第一時間立即會同食藥署前往永豐餘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應商威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稽查。經查，13家門市均已完成全數下架，另2家自營品牌餐廳均未曾進貨或使用該款苦茶油。這批有問題烤地油攏總生產924罐，衛生局是已經要求全面預防性落架。消保官嘛呼籲業者要趕緊來辦理退貨。因為永豐醫表示講，在確認檢驗的結果了後，就無可繼續賣這款油，全面落架回收。